续来看新北市2岁小男童恩恩确诊过往，恩恩的爸爸追查录音档，要来了解消失的81分钟的真相。恩恩的爸爸来破白，讲到是卫生局爱同意119才会当派救护车的这个新北市独有的政策来害死人。讲4月14日当天，恩恩的妈妈先是敲2通喊救人的电话，但是消防局敲予卫生局，10分钟敲5通，就是敲未通，一直到26分钟后，电话才来接通，才联络到卫生局。恩恩的爸爸是痛骂这个新北市卫生局的防疫派遣，根本就是一做的空城。恩恩的妈妈第3届喊救人，等到救护车把囡仔送病院，已经经过81分钟了。恩恩的爸爸是伤心气愤，公开点名新北市的消防局长甲卫生局长爱落台负责。新北市政府最大的问题是卫生局为什么没有24小时值班人员？卫生局消失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批评新北市卫生局防疫派遣是空城，因为宝贝后生恩恩确诊意识无清楚，打电话予119，却无法度联络到卫生局。但我小孩的意识感觉不清楚了，现在小孩你快点派救护车，我感觉小姐，冷静下来。迄天暗时6点，恩恩的妈妈发现后生发高烧，意识无清楚，敲第1通电话。不过消防局用26分钟才联络到卫生局，全部都发烧，然后好像状况不太好这样子。什么样子？他是说就是小孩子好像就是有紫斑吧，就是身体皮肤有点紫斑。好，我来问看没啊，今晚病医就办呢。OK。如果再进线的话，你请他稍等吧。卫生局处理态度真无积极，消防局嘛无强调囡仔意识无清楚。恩恩妈妈敲第3摆电话，但送到病院已经81分钟。延时派车这部分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只有新北市政府独创的 SOP。来看较真正紧急送医指引，消防署颁布民众敲予119公镜头，总方着急要派救护车，而且通知卫生单位。不过新北市爱先通知卫生局，和卫生单位通知消防来派车，一直到4月17才改总免经过卫生单位派车。恩恩爸爸公开点名，消防局长、卫生局长下台负责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态度嘛转变，讲家己的反省检讨来负责。侯市长，今天看到你的态度有改变了，请赶快启动你们的行政调查，把所有真相摊开还原，结合你们之前内部做的报告。恩恩爸爸讲，目前正咧讨论，准备要提告，而且嘛讲爱新北市府提供相关报告，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，敢若唔望卖阁有后一个受害者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